顺安。谭顺安。小的甲大福晋请安。开来。顺安，相爷甲当年军的代志，你现在免向我禀报。这我早就讲过，你若敢瞒骗我，我绝对要讲断你的骹骨。来啊，交法书号。是啊，冤枉，小的是冤枉，你知情不报，还阁敢讲冤枉？大福晋啊！而且甲伊接你带咧立门告，你逐工思考伊的身躯，比你竟然会唔知影，分明是咧欺骗我。哈！是冤枉，冤枉，老比对天啊！来就抓你，绝对唔敢来隐瞒，做人的路在都听主命哦。并无随时随地拢跟随踮相爷的身躯边。是啊，我每摆吼，小的若跟随小王爷出门，啊若到地楼酒馆，啊小王爷就交代讲，顺安，你着在遮等。小王来去念伊倒转来，当时我原来毋知影伊是去倒位，即马甲伊想起来吼，哎呀对啦，伊一定是去看当连军，连小的嘛是先煞互骗惨呢。大福晋啊，啊，这代志拢已经是过去的啊啦吼。大福晋，你莫搁再追求。小王爷即马都已经唔娶当姑娘啊，求大福晋，你都承认当姑娘，也是煞了下小的。要撩下你是无为难，囝若迄个歌姬要做我的新妇者。应武殿大学士马春生求见。顺安，你摕去。多谢大福晋，多谢大福晋。你若摕去。是。请求见大福晋吉祥平安。免礼。谢大福晋。不知大福晋传信到府来，有何切欠啊？春生，你敢毋是讲已经将如意马銮迄个歌姬甲送倒转去长安啊？哪会还搁伫咧京中，而且又搁带入去如意为伊准备的立门告咧？哎呦，大福晋啊，提起此事哦，心险险都丧失性命哦。是啊，确实是将咱当年军甲送回长安啊。啊，哪知此事被小王爷发现，命人将伊给我拖倒转来。为着这件代志哦，小王爷要攞去长相去找神啊。好佳在大福晋你恕我神你得免死牌，神才无小王爷治死罪啊。安尼讲，如意为着要带当年军，就无惜一切来伫咧瞒骗我，确实是费尽苦心。伊是一个歌姬而已，虽然是如意带伊为妾，我绝对无承认，更加袂互伊行入咱王府一骹步。
对不起。这人也是，竟然我母亲这个袒露就伊马春生，都袂当替你的报仇，我终生心老受不安。兄爷，你有心替我来伸冤啊！好像暂时有难关，咱报仇10年嘛也袂慢啊！阮红坑王爷，你着心放宽。跳山婚姻为谁啊？一生会阮心放啊红，表人之死是我的错。
你地上你这个人，得，无你是要去倒哈？啊，姐表咯，我是讲要出来行行，我较等就等诶。我你甲等，来，坐咧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啦。你想看觅咧？我已经遮济岁啊啦哈！我想讲要转来去华阴关，甲你阿姊嘛做伴，也毋过吼。你吼甲碧罗也应该好成亲啊啦，你的婚事还袂甲你办清楚，叫我要安怎会安心的倒转去华阴关？阿姐，一日都无想要成婚，这是为虾米？因为，抑阁是为着迄个当年君是？你毋是讲当年君伊袂去辜负你，伊也袂甲陆亲王成亲，到即马咧，伊毋是已经嫁人啊，毋是已经甲人成亲啊？你还阁毋相信？无啊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拍算要安怎哈？你上回甲我讲啊清楚啊！哈！你讲看觅咧啦！等，无，你想讲安尼活着做你行都会用的啊？哈！你今仔日若无上话甲我讲清楚哦，你要想要走啦？你这讲我也心情无好，咱另当再讲啦吼。免啦，你点啦。你吼，你想看觅哦？你爸仔母早死哈，是我要辛辛苦苦为了甲你捏到遮尔大汉的。我是希望讲你会当继承咱文家的香烟的，会当光大咱文家的门楣。你知啊？毋知？对啊，你莫生气啦。气啦！其他你免管，你莫管啦。想袂到，我想袂到，你为着一个歌姬会对落甲安尼生，规工面油面干，毋讲半句话安尼逼死人害啦哈！我早若知影你安尼吼，我都免开遮尔济钱，甲你送去学堂，互你读遐尔济书啦！我规气啊！我你去饲我看样哦，我你去。规气去臭菜，还佫较会臭菜，你免叫伊啦！上好互伊规气拢永远莫甲我转来，这个死囡仔吼，我毋顶啊啦！英辉，听你讲，你的囝儿娶一个歌姬，叫做当年君为妻，这敢有影？皇上已经决定，即摆对烈河行宫倒转来，就要立如意为太子哦。伊毋过，如意家孙啊，常想影娶歌姬当年君为妻者，这不但是本宫无赞同，就是满朝文武百官也会上表阻止这件代志哦。皇后，请你放心，臣妾敢保证，如意一定会娶明伦君主为妻。听皇上若是回家的时阵，如意甲明伦这件婚事，皇上是10分的赞同。所以这件婚事由本宫来主婚就好嘛。多谢皇后。母亲，孩儿已经娶了，后面哪会阁再停车再娶呢？好煞，当然君只是你的妾，伊要哪有资格通做正室？母亲，当然君是母亲你亲口答应完婚啊。而且孩儿还要阁等皇上倒转来，要向皇上求为联军来封号，点去。我永志不孝，有何用？不由为娘，我不安乡。
明论，思虑不好难再分，得不顾孤囝的情分，也你甲禽兽有啥分？害你的万事啊！有母亲嘞，为当处事啊，放的开恩嘞，也万事皆可随你，唯独此事我会坚持。大好子，也路边的大担，心意义的，渐渐此事抛一边。人讲母子子孝家兴旺，咱慢慢来计